没船啊？我都说了，我爹扣着船呢。那怎么上岛啊？王姑娘，咱们现在赶时间，得比你爹先回岛上。没船也能上岛。这是大圆，有点见识。我第一次见，还以为是乌龟呢。还等什么？上来啊！别看了，没字儿。你哪儿学的大圆？小的时候湖边遇上，渐渐就熟了。他总不可能天生驼背，这大圆恐怕有自己的来历。要不你自己问问他。他还会说话？嗯，他还会念诗呢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心思开玩笑？总比哭丧着脸好。也是。大黑，咱们快些回岛，赶着救人呢。这是你给他取的名字？他长这么黑，这名字再合适不过了。你能招来大圆这事儿，不能让别人知道，否则会招来横祸。我懂，若不是事态紧急，我也不会让你知道。放心，我不会说出去。你为什么要救我们家？救人需要什么理由吗？你爹安排好一切，如今你搅乱布局，就等于让靖安王无路可退，岂不是很难离开荆州？是啊，我也明白，我只要狠狠心，按照徐骁给的规划走，就能安然离开。但是人呢，有时候还是傻点好。人不是越聪明越好吗？之前3年游历江湖的时候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叫做温华，是一名剑客。很厉害吗？我怎么没听过？他随身佩戴的是一把木剑，平生与人交战，从未胜过。木剑。穷，买不起真的。你怎么会跟这样的人交朋友？我跟老黄那个时候比他还穷，偷鸡的时候遇到他，一起逃命，后来就成了朋友。温华这小子，偷鸡摸狗，什么事儿都做过，衣服总是破破烂烂的，脸上呢，脏兮兮的，还整天嚷嚷要做就做一流的剑客。哪有这样的剑客？是啊，我也这么说过他。那你怎么突然提起他？我们结伴一起走过一段路，最穷困潦倒的时候，都快饿死了。有人出100两银票
顾文华杀人。他杀了吗？他把银票扔了。因为要杀的是好人。我也问过他，都快活不下去了，为什么不把银票收起来？反正剑客嘛，总是要杀人的。他说什么？他说，他心里的剑客可以邋遢，可以混蛋，但心必须要干净。如果为了活下去什么事儿都能做的话，就不配提剑了。你说这事儿是不是特别傻？他明明手里只有一把木剑。还好。我也是傻，把他这话听进去了。所以，你不愿意牺牲我们王家，是因为你也想做个心里干净的人。我大概是做不成剑客，但我也想好好做个人。文华说，人这辈子最怕的就是心中有愧，所以我不想取舍，不想妥协。我只做我心中认为对的事儿。是很傻，我都不知道你这样的人怎么接受北凉。是啊，我大概不是这块料吧。但我还挺希望看见你这样的北凉王，不取舍，不妥协，听着很傻，但是北凉交在你这样的人手里，应该会很有趣。举家前往北凉，有什么疑问？哎呀，这么大的事儿，是不是等老爷回来再说呀？就是王伯的意思。不信你问你家小姐。没错，我得让大家尽快出发。这太仓促了，衣物家具还都来不及收拾呢。只带钱财和随身衣物，人先出发，其他东西回头再说。这，我还能骗你们不成？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世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怎么逃出去的？这是怎么回事？王伯回来晚了，已经有船起航了。什么船？他起航去哪里啊？回北凉。谁回北凉？咱们家。万万不可！人已经走了一小半了。王家此事不能走。王伯觉得下一任北凉之主，除了我还能是谁？非世子莫属。那既然如此，我下的令你要违抗吗？不是抗命，是大将军另有安排。是你全家换我出青州，对吧？
事情有变，徐骁改了计划，如今不需要王家牺牲了。这么大个事儿，我还能骗您不成？您赶紧上船，回了北凉，还有好多重要的任务给您呢。那靖安王他怎么肯放您离开青州呢？徐骁都安排好了，您再不走才是连累我呢。这样吧，我有徐骁的手令，我给您看。王伯这是喝多了，快扶他上船。听世子的，快把我爹扶上船，立刻出发。是。你打我爹？不然呢？不打，让他留在这儿等死吗？打了就打了吧。这才是孝顺女儿。这样，你来主持这边，尽快搬走，累赘就别带了。你去哪儿？回襄樊。要不你跟我们一起回去？我又不回北凉。可是你就这么回去，靖安王会让你离开吗？我有办法。要不，我用大黑带你逃出青州。青州那么大，又不是都通水路。再说了，我走了，客栈那些人怎么办？都交给靖安王吗？可是，别想了，再想把你也打晕了啊！你敢？最快速度离开这儿，还有林家幸存的族人也带上。我知道了，你自己小心。走了。我们在北凉等你。好。别死，我等着看你接手北凉。然后让天下更有趣是吧？我说到做到。喂，你还缺丫鬟吗？不缺了，再见。笨蛋。这个啊，那好，我给您收起来。用这个檀木盒子装。这么好的盒子装这个珠子啊？我觉得挺好。哎，魏爷爷，回到客栈呢，听说你出来了，想出来找找，还真遇见了。都打听过了。打听过了，世子赵寻呐，曾经痴迷裴兰梅，后来却被靖安王娶做了王妃。成亲之后，靖安王对王妃宠爱有加，那不仅仅是襄樊城，整个青州啊都知道王妃是靖安王最爱之人。那就好。魏爷，你帮我去一趟靖安王府，就说这个是我送给王妃的手珠。等等，先去找副执笔，这盒子里总得留句话。啊。我打开看看。徐丰年送你的手珠，你若不买，我可以退回去。你觉得我连这点度量都没有吗？打开呀，我也想看看他能送给你什么样的珠子。边角料做的，
自己看看吧。佛礼一份，烦请婶婶明日午后赶往芦苇荡，侄儿想亲眼看你戴上。父王，慌慌张张像什么样子？王家跑了。什么？王林泉全家坐船跑了。全跑了？是，走得太匆忙，等得到消息，船都离开了青州水域了。追吗？水师不能离开青州，这是军令。怎么追？许丰年呢？人还在客栈，但已经收拾东西了，说是明日启程，继续东行。既然是世子送给你的，你就收下吧。里面的信呢？好歹叫我一声王叔，明日你就带我去芦苇荡送他一程吧。北凉世子不可轻慢。知道了。许丰年这个小子，把自己和我都赶上绝路了。去把地牢那位请过来吧。父王，赵凯见过王爷。明日，徐凤年就走了。徐凤年走不走这不重要，还是看王爷想不想让他走。上次你说有把握杀他，杀徐凤年的人，我以为王爷惧其。不是为我，你私自动手，与我何干？王爷说的是，杀徐凤年是私怨，与青州无关。那就杀吧。不知何时何地动手。明日午后，城外芦苇荡。
这单好了。给。好吃。小花，你做的酸菜怎么这么好吃？就是吧，每次都是白菜，要不下回我们换个菜试试？我只会腌白菜。已经很厉害了。天天就知道吃。不是说找徐凤年的麻烦吗？他身边那位老前辈太强，恐怕搞不过。去一次就吓着了。反正有人想办法，我急什么呀？阁下是哪位？出去。为何不出剑？阁下难道没听说过，若心中有剑，草木泥石皆可为剑的道理吗？没听说过。浪费了。剑就是剑，草木就是草木，无知者才混为一谈。出剑！不急，剑未出鞘，才最有危险。这丫头是你的剑士？不只是剑士，还做的一手好酸菜。吴家剑种算是有福，这一代出了2位天才剑客。你还打不打了？不用了。这架打的，是不是有点莫名其妙？吴家这2个小鬼不错，有资格出手。
你又有机会了。明日午后，徐凤年会出现在城外芦苇荡，到时这位前辈会与你一起出手。这位是？我是王明银，天下高手排名第11名的王明银。王明银也在香盘城。是的，有人把消息送到客栈，小二转递的。谁送的？小二说是个姑娘，笑呵呵的，没通姓名就走了。你知道是谁？想不出来。王明银又是哪个？天下高手排名，这一位，常年排在第11。这一般不都是10大高手吗？他不正好排第11吗？那岂不是活得很郁闷？天下这么大，能排到11位的，已经是顶尖人物了。那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他大概是来杀我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和徐家有仇。多大的仇？拿来了吗？靖安王托我物归原主，算是份诚意。这盒子里是家兄王明阳的眼睛。王明阳，这名字这么耳熟呢？他是你们楚国当年的名将。对了，守城第一王明阳。守城第一，当之无愧。当年徐骁率10万兵甲围攻襄樊城，王明阳整整守了3年，襄樊才被攻破。这我听说过。城破之后，王明阳战死，西楚国运自此衰亡。所以如今王明银要杀你，是为了给他哥报仇。国战无私仇，战阵厮杀，死生有命。在当年一战之后，我曾说过，终此一生，徐家人不许再入襄樊。徐凤年既然来了，就不用走了。那这眼睛又是怎么回事？王明阳先生临死之前，曾自挖双目，说想要亲眼看看襄樊与楚国未来走向何处。那一战之后，他的尸首被大火烧毁，只剩这一双眼睛留了下来。靖安王一向敬重灵兄，掌管青州之后，也一直有香火供奉灵兄。此次遗体交还王先生，也算是了却心事。他不还我眼睛，我也会杀徐凤年。那自然。徐凤年身边高手众多，更有骑兵保护，在下也会一起出手。凭你，小生不才，也带了些手段。福建红甲。除此之外，靖安王还会调骑兵参与围剿。明日芦苇荡徐凤年必死。你知道有人要杀你，还出来闲逛？千雷蒙城怎能不看一看？放心，就算要杀我，也不会是今天，更不会在城里。还是要谨慎小心些为好。
狮子。龙华，世勋啊！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没见着睡觉呢。啊？哪家公子那儿顺来的衣服呀？还顺2把刀。回头苦主找过来，你别连累我啊。你小子呀，还是这个邋遢样啊，还没扬名立万呢。少废话！你要真有心，衣服扒了，换点酒肉，咱们俩好好吃一顿。寻点酒肉。哪儿过来的？早跟你说了，我是北凉世家子。不信。请用。麻烦你了，弟媳妇儿。温公子，您怕是误会了，我只是个丫鬟。姑娘这般人物，若是丫鬟，太没天理了。他是欺负你，你跟我说，我帮你收拾。哎，说真的，你到底为什么来相反？看上个小娘子，那是啥想？又看上了。为什么要加个又字啊？我这次真喜欢。哪次不是？我懒得跟你说。哎，老黄呢？没跟你一块儿啊？老黄没了。死了？死了。老黄啊，好人呐。别人死活我不管，老黄这坟，我得去看看，埋哪儿了。死在东海那边，没坟。嗨，跑那么远干嘛呀？那些年遇上你们俩的时候，老黄整天唠里唠叨的，我真觉得烦。现在不在了，还有点寂寞。是挺寂寞的。就叫江湖。怎么了？哎，那不错，不合适。那什么，你回避一下。不合适，就是不合适。哎，徐小子，徐小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才有点失礼了。去远点，有动静。找老黄啊，要不要跟我混一路？偶尔吃一顿得了，总这么干太享福了。再说了，总享福哪有心思练剑了？你可别耽误我练绝世剑法。你那就是自个儿瞎练，哪有什么剑法？哎，你那边一耳宽，你帮我揪点。那是我给自个儿留的。别那么小气行不行？你帮我揪点儿。你就凑合凑合吧。这我怎么凑合呀？输了。哎呀，陆总，
了，我也该走了。欠你这顿酒肉，回头遇上再还。去哪儿啊？北莽边境瞧瞧。边境怕是要乱，你悠着点儿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真是北凉世家子啊？可不是吗？甭管你是什么身份，反正我是把你当兄弟了。可不是嘛。乱点好啊。练剑就靠乱，养剑意。好，那我等你早日练就绝世剑法。我将来遇到麻烦，找你打。欠你顿酒肉，还得给你卖命啊！行了，不跟你婆婆妈妈了，走了。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遇到。江湖说大不大，总会相见的。馒头白呀白，白不过姑娘的手；河尖儿翘呀翘，翘不过小娘没眼哨。走了。江湖说大不大，总会再见的。馒头白呀白，白不过姑娘的手；河尖儿翘呀翘，翘不过小娘的没眼哨。唱的都是什么呀？我们自个儿编的小曲儿。世子，这位温公子是您外出游历时候遇到的。是啊，陪我和老黄走过一段。看你好像很看重他。要按李前辈所说，那这些纹路是传送真气。洪家内部篆刻极其复杂，我一时半刻看不透。不需要重造洪家，能不能找到弱点？要是从这个角度看，倒是有几个点可以尝试攻击，或许可以让洪家的行动迟滞一刹那。那就好。世子觉得福将洪家明年还会出现。如果要杀我的话，明天是个好机会。君子不立危墙之下。世子既然知道危险，不如迅速的离开青州，继续东行。走不掉的。我既然让王林泉离开青州，景安王就不会轻易放我走。世子已经有了王爷的风采了，我可不想学他。魏爷爷，若是明天福将洪甲在线，还请魏爷爷劳心应对。哎，我再看看。世子，没必要守夜了。我已经和你说了，你母亲和林家的人和王勃一起离开青州，已经安全了。我知道了。那你还留在襄樊？我的意思是，你不用跟着我。你要赶我走？不是赶，
徐骁把你留在我身边，本来就是把你和林家当做筹码。现在人我已经放走了，你没必要留下。你可以去找王伯，他会帮你安顿家人。可是我娘说我已经死了，没有资格姓林了。但毕竟你娘还活着，你没必要留在我身边。我杀过你，我也认过命。这全天下的人都说你们徐家是国贼，可最后给我们林家一条生路的，却是你们父子。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我也不知道我这一生做的这些事情，它有什么意义。但是我答应过你，我会用性命护你周全。就算是我这么失败的人，我也想说话算话一次。我不会走。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不是让宁峨眉先带你离开吗？我干嘛要走？你听我说，明天芦苇荡，祸福难料，让宁峨眉先带你回牡山岛，于右为和凤子营都在岛上。你要把我丢在岛上？当然不是，让你先行离开青州，然后再跟我们会合。那要是不顺利呢？不顺利的话，我估计就死了呗。你可以海阔天空，恢复自由之身。我不走。怎么回事儿？你这是要跟我共患难啊？如果明天真的到了绝路，我会亲手杀死你。徐凤年，你就算要死，也得死在我手上。好，那也不错。不用要死要活了，有我在，你们谁也死不了。您怎么进来的？什么时候？在你们死死活活说情话的时候。老头，你疯了吧？我说我要杀死他呀！请你个鬼！我这是在放狠话。前辈找我有事儿，陪我出去逛逛。出去逛逛，咱俩。
前辈到底是在逛什么？离开北凉前，徐骁求过我一件事。他说，如果事不可为，只要你开口，我就单独带你逃回北凉。我现在问你，要不要逃？其他人呢？我只剩一只手，只救得了你一个人。多谢前辈，我不想逃。你想清楚了，命就一条，死了就没了。我这人命硬。还记得那招一剑仙人跪吗？那怎么可能忘？我一直偷偷带使，但始终无法入门。无意的根本是什么呀？力量、速度、技巧，还有经验。开始是这样，但人力终有穷尽。当武者成就一品，力量、速度都到了人生极限，就要将天地之力融入武学之中。到那时候，心性反而成了关键。你的执念思想会主导功法。人心改变功法？错，是功法源于人心。一剑仙人跪，什么是仙人？求长生，求不凡，生机永驻。这就是仙人本质。什么是生机？草木破土，逆天而生，这就是生机。天道有生有败，要做仙人，就只留生机，斩去衰败枯亡。当年我创这招一剑仙人跪时，心气正傲啊！瞧着那群庸碌之辈，口口声声逆天，他们要逆天，要做仙人。我李淳罡偏不屑与这群废材为伍。我这一剑的真意，就是要借天道之力威压众神，斩去无能者的脊梁和妄念，让他们知道有我李淳罡在，天下无仙。你小子有了大黄庭啊，基础就够了。再加上你这个骄傲的性子，与我当年倒是有几分相似。拿捏好这其中的本意，或许便能入门。那这一剑仙人跪是您最强的招式吗？我随手一剑便是最强。对。不过要说最擅长的，那当然是两袖清蛇。这是在等什么呀？等静安王妃。你送那么个破珠子，写的信也如调戏一般。人家堂堂王妃怎么会来芦苇荡见你啊？就算他想来，静安王也不会答应啊。恰恰相反，他或许不想来，但静安王一定会让他来。
世子，我已安排了护卫，把于右卫送出了青州，其他奉子营全数归队。清点一下人马。是。凤子营已经和徐凤年会合了。凤子营到了，靖安王的铁骑呢？前辈，再等等吧。世子，少了3个人，在哪儿少？出发时人数还对，应该就是在芦苇荡出的事。我带人找他们。先等等。世子，凤子营不能抛弃同伴。不想害更多的人，就听我吧。来了。居然真来了，这算什么？连个护卫都不带，私会吗？你觉得靖安王为什么会让自己最宠爱的王妃单独来见徐凤年？你知道？我也想不明白。能猜到靖安王心思的，恐怕只有徐凤年那小子了。侄儿送给婶婶的珠子呢？怎么没带着？多谢世子好意，守住奉还。这怎么还给退回来了？不喜欢，还请世子见谅。不喜欢就不要了。王叔有什么要交代的？这是他给你的。不能再等，徐凤年就要走了。铁骑怕是到不了了，出手还是暂退？动手。那边人太多了，引开他们。等一下还我，我若战死，替我把他埋在襄樊城外。我们也去了。吴先生，不拔剑吗？竹竿挺好用的。老狐狸。
宋值千里，就4个字啊。王叔没说什么别的，他只让我把信交给你，其他未曾多说。或许他知道你要离开青州，这4个字算是为你送行吧。不对不对，这4个字有2层意思，但都不是送行。2层意思。第1层好解释，千里向下，视为九泉。王叔想要送你归西。信已送到，守住凤环，世子请自便，我先告辞了。婶婶下车聊聊。世子请自重。婶婶觉得自己还走得了吗？婶婶请下车。世子说吧，想要聊什么？是我们的人，随我救人！等等，还等什么呀？那是北凉子弟。你心神已乱。魏爷，我去追。书修吕钱塘，跟着他。凤子营随行。女人一会儿坐这辆马车。世子究竟要做什么？此地危险，当然是保护婶婶。你胆子挺大呀，拽着王妃的手不放。我说过，徐家人不许再入襄樊。天下11，王明银。我说过，徐家人不许再入襄樊。天下11，王明银。还行。我不是把神符借给你了吗？头发不能乱，他也不是王先知，木剑足够了。天下11啊，那就让我看看，如今天下都是些什么货色。又是你！剑中无六鼎，携素王剑而来，再求一战。天下名剑位列第2的古剑素王，剑呢？
会让前辈看到的。上车。骑弩，放箭！再放！在背后控制红甲的人，或许就在附近，大家多加小心。交战时，我会设法将红甲停滞一刹那，到时咱们全力破甲。你要再用刺杀剑诀，命就没了。这怕是调虎离山吧？世子那儿有李前辈，不用担心。先救人，上！还活着！草木之徒，草木之徒，小心不假！草木之徒，小心不假！哪个是木甲？
有硫磺味，那是活甲。那是土甲，小心他从地上突袭。这一个个都是怪物，还怎么打？再给我点时间。还有多久？再等等，给我点时间。弃奴，拔刀。上！再上！再上！前辈就别关心那边了。你觉得自己能挡我多久？尽力而为。请前辈留步。还真是素王剑。
战力要用到什么时候？多留心一点。说的轻松，这打下去怎么赢？还有最强的金甲，未曾出现。撤！世子，事态危急，亲娘想向世子求一件兵器。什么兵器？刹那枪。枪王王秀的刹那枪，我哪有这兵器？枪在车上，只求世子准我出手。好。袖青蛇，你是李淳罡？贱人！苏兄，给我时间。
花，出剑。请剑出鞘。我快不行了！他不死，我们不也完蛋？地下那个土甲要做到什么时候去？不好，世子危险，叔兄，快！小心！一剑仙人跪。我这一剑的真意，就是要借天道之力威压众神，斩去无能者的脊梁和妄念，让他们知道有我李存刚在，天下无邪。
气息隐藏的挺好，身手也不错。虽说王明颖已然重伤，但想杀他还是不容易。呵呵姑娘，什么名字？你认识她？酱牛肉铺子的呵呵姑娘。啊，就是她。怎么可能？哪来的酱牛肉铺子？哎！能救吗？这丫头为了你，连命都不要了。抬上车去，我试着救她。还有凤子营将士，也请前辈束手。我是剑客，不是郎中啊。行了，我尽力了。多谢前辈。世子，小心土甲！果然跑这边来了。魏爷爷那边战况如何？穆家和霍家全毁了。霍家回去前，自然暴力，女烟堂过量运用直下剑诀。前辈，已经脉寸断。青鸟和凤子营劳请前辈费心，我去那边看看。世子，有什么遗愿？林家剩下的人，你给留条活路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你呢？死后要不要葬入林家祖坟？姓都改了，有什么资格入祖坟呢？烧了吧，撒江里吧。死都死了，就别让我再见到这些事儿、这些人了。哎，刚才作战的时候，我是赴死去的。我知道。我毁了自己的家族，到最后，连一家人都不接受我。像我这样的人，活在世上，每一刻都是煎熬。我知道。我说的话做到了吗？没让你受伤是吧？你言而有信，无愧探花之名。真的？真的。人生的这条路就这么走完了。
你的世子，去你的世道！魏爷爷，在。替他火化尸骨，骨灰装入坛中。明白。这边我来处理，世子，先回马车那边。金家，最强的金甲，现在才动手。柯姑娘，真是你！没想到是你把王明隐的消息送到客栈，居然是你救了我，还救了2次。你这手刀怕是比真刀还锋利了。这第一次，你有软甲护体得以不死，可我后面那2脚，你应该死了才对啊！你还真把王重楼的大黄庭化为己有了。何姑娘，我跟你有仇吗？没仇啊，不过有人要花1000两买你的命。靖安王，那你为何要救我？我亲手杀你，才有1000两；别人杀你，我只有500两。我这命还挺值钱。该说的都说了，你可以去死了。你这不是刀法。
你的伤还能再出刀吗？要不你试试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刚才看你用了剑九皇的剑法，剑一到剑九，老皇都留给我了。练了挺久了吧？这可是你压箱底的本事。青鸟没事吧？他的命暂时保住了，那就好。可你要死了。喂，小子，小子！哎呀！把兄弟们的尸首认真包好，送回北凉。是。他没事吧？你醒了，他的命是保住了，我正在给他输送真气。命保住就好。你还是多管管你自己吧。小宁儿，你这会儿杀我，一杀一个准儿。神符不是借给这老头了吗？没法杀。神符还你。反正你也快死了，不差这一套。真这么严重？大黄庭本来就不是你自己的，好些真气藏于经脉之内，未曾化解。那丫头对你3下重手，让你经脉紊乱，真气逆行，不死也难。唉，谁能想到，灵州城里卖酱牛肉的丫头。许凤年呢？前辈，帮我看住他们俩。你都这样了，还想出去？只能是我去。王叔，王叔的佛珠呢？没带着。这就是你的全部手香。王叔可否介意不说话？跟过来。我随世子过去。你们留下，我陪王叔单独聊。王明银死了，天下第11名不虚传。幸好小侄身边有两袖青蛇的李淳刚。剑神犹在，就在方才那辆马车上。那你还敢跟我过来？为何不呢？留在李淳刚身边，或许你还能保住这条小命。王叔又不杀我，我担心什么？不杀你，我请来天下第11做什么？王叔若真要杀我的话，大军出击即可。何必请什么江湖人士？那你觉得，我让王明营刺杀你，
是为什么？芦苇荡这场刺杀，是杀给别人看的。杀给谁看？京城啊，皇帝啊。北凉尾大不掉，青州又何尝不是统领大军？都是藩镇。王叔若不刺杀我一场，当今陛下怎么能对您放心呢？原来你也知道，青州和北凉注定为敌。大势所趋罢了。原来呢，事情很简单，你只要把王灵泉交给我，你就可以离开荆州。可现在，你我都无路可退了。那是徐骁想的办法，我不喜欢，所以我自己找生路。调戏本王王妃，就是你找的生路。再相反，乃至整个青州，人人皆知，王叔最宠爱的，就是王妃裴南伟。青州境内都知道，晋安王将王妃裴南伟视作珍宝。世子赵寻呐，曾经痴迷裴南伟，后来呢被晋安王娶做王妃。成亲之后，晋安王对王妃宠爱有加。那不仅仅是襄樊城，整个青州，都知道王妃是晋安王最爱之人。而我呢，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：晋安王到底是怎样的人物？当年众王夺嫡，王叔城府最深，麾下嫡系不到最后时刻绝不显山露水，只是时运不济，才败给当今圣上罢了。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有什么好说的？一个城府如此之深的人，怎么可能会让全青州都知道自己的弱点？王叔若是真宠爱裴南伟，只会把他深藏府中，绝不让人知晓。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吗？退回去！晋安王好慷慨啊，居然让自己的王妃给我们陪葬。一个有弱点的人，自然会让人放心。只是，只盯着表面上明显的弱点，会让人忽视真正的危险。裴南伟是我的弱点，只是王爷自己造出来的弱点罢了，推给人前看的。现在聊的是杀不杀你，你跑题了吧？王叔送来的弱点，正是小侄的生路。王叔其实心知肚明，一直有一条可以光明正大放我离开青州的理由，而且还不会遭到朝堂猜忌。送职千里。当我看到这4个字的时候，我就和裴南伟说了，王叔的这句话有2层意思。2层意思。第一层好解释，千里向下，视为九泉。王叔想要送我归西。第一层嘛，是给天下人看的。我调戏王妃，惹来杀身之祸。第2层意思呢？这第2层意思，王叔是在送礼，把礼物送给小侄，送至千里之外。礼物是什么？那自然是裴南伟了。本王把自己的王妃送给你，这才是王叔不杀我最好的理由。小侄好色荒唐，胆大包天，不仅调戏王妃，还把人掠走了，最后以王妃性命要挟王爷。王爷无奈，只能放我离开青州。更妙的是，这一放之后，朝堂绝对不会担忧青州和北凉暗中联盟，毕竟夺妻之恨绝无转圜余地。若本王真的想放你走，又为何要闹这出芦苇荡刺杀呢？
不刺杀的话，朝堂怎会安心？假刺杀？刺杀不假。我若真的死了，那就说明我没资格做王叔的盟友。盟友？有深仇大恨做掩护，青州和北凉未来或可同舟共济。前提是等你继位北凉王。王叔就不想试试，再去争一争那位置？徐骁生了一个好儿子。方才乔建姑娘动手了，我们都要杀徐凤年，可以联手合作。1000两黄金都是我的，滚！不然杀了你。滚！好嘞，那我就先滚了。是死的。这本刀谱是本王从武帝城求来的。既然你使刀，总会用得上。那这木盒呢？里边是半柄木马牛，李剑神的佩剑。正是。虽然被王仙尊折断，可就算是断剑，在剑神手中也是神物。提前准备。您是早就知道李淳刚与我同行，就知道李淳刚在，才放心让天下第11出手刺杀。刺杀就得真实，可是也不能让你的脑袋真的搬了家，不然徐骁那个老疯子铁定马踏青州。王叔，我是想礼佛，可没打算自己去西天极乐呀。你可以走了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你是不是花了1000两黄金，让一个女孩杀我？有这回事儿。和合姑娘是你训练出来的杀手？你问太多了。最后一个忠告：不要带裴南伟去武帝城。这个女人有问题，我怀疑她是故意接近我儿子，所以我干脆先把她娶了。撤！
他走了。没错，把你留下了。你就不想问问，我准备对你做什么？我倒是有一个问题。你说。你送走王灵泉，约我来芦苇荡，是早就猜到有一场刺杀。是有准备。你给了王家生母，可最后还不是让凤子颖为你冒险？这些人，全都是因你而死。徐凤年，你的慈悲可真虚无。放肆！这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凤子营100人随我出北凉，雨中遇福将洪甲，战死45人。春神湖船战，又有2人牺牲。今日一战，所剩者不足10人。这些战死者和王博一家一样，都是我北凉子弟，但他们身本不同。王博一家是普通人，而凤子营是军人。军人的意义，就是用自己的血和剑，保护像王博一家这样的普通人，平安无恙。所有的这些牺牲，我记在心里，我很难过。但如果再来一次的话，我还是会这么选，因为我无法逃避，我也不会逃避。自始至终，我徐凤年都和他们一起并肩作战，一同面对上司。能与世子并肩作战，是凤子营的荣耀。世子，青鸟还没醒，人在那辆车上，有人守着。幸亏我撑住了，要是让靖安王看出我身受重伤，还不一定能放我安全离开。你倒是做了个好买卖，一早就想着劫走王妃。要不是靖安王给机会，也不会让裴南伟来芦苇荡送信，大家心照不宣罢了。你和那老狐狸心照不宣，一窝火。他是狐狸，本世子是雏凤，反正都是禽兽。你这画风越发犀利了。说到禽兽，我想起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还记得在青城山遇到虎魁被杀，那时候我在林里走散，见到有人骑着巨兽呼啸而过。也不知道是什么杀了虎魁。我看见了，从我跟前跑过去的。长什么样？跑太快没记清楚，就记着黑白杂色，而且背上还背了个人。现在想想，那背影和刚才刺杀你的那个丫头特别像。你是说虎魁是呵呵姑娘杀的？那她从青城山就跟着我们了？不对呀，那个时候还没进青州城呢。难道她不只是为了靖安王的千两黄金杀我？她在骗你。那她是在灵州城卖酱牛肉就伺机想杀我？也不对呀，这么多年那么多机会，干嘛等到现在才动手？哎，你到底跟那个什么嘻嘻哈哈姑娘有什么关系？我就买肉的时候见过几次，我都不知道她名字。我看她整天笑呵呵的，给她起名叫呵呵姑娘。还有啊，靖安王提醒的对，裴南伟不能跟我们通行。你先考虑考虑自己吧。我怎么了？你眼睛都在流血。
这便是七窍流血吗？听说过这词儿，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亲身体验。再体验下去就得死了。前辈，除了上次说的毁丹田，还有什么生路？有，请前辈明示。消化真气，脱胎换骨就能活下去。脱胎换骨。大黄庭在你体内潜藏，日积月累的慢慢融入经脉，虽然稳健，可消散的越快。本来按照这样下去，最后你能接受的最多也就30%。如今那个丫头将你重伤，气息紊乱。如果你能够趁此机会强行吸收，成功之后，大黄庭你起码能吸收50%以上，这对你来说就是脱胎换骨了。也就是说，不但能活，功力还能长。不，强行吸收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啊！经脉冲破，有如千刀万剐，那种痛你能熬多久啊？需要挺多久？不知道需要多少时辰。这期间每一刻都有如伸手挂血。一旦开始，便无退路。只要你放弃了，立时经脉寸断而死。这种痛，不是人熬的。我想试试。你身为北凉世子，已然位高权重，就算你不会武功，你何必冒这种险呢？老黄挑战王先知而死，总有一天，我要替他再战一场。就为了见九皇？我娘的死，凶手为之。将来，我要亲手为他报仇。决定了。是。这是你自己选的路，死了不能怪我。不怪前辈，是我自己找死。你不劝他？换了我也这么选。行，把衣服脱了，选个舒服的姿势坐好。小子，你坐稳了。我现在将真气帮你导入经脉，之后就靠你自己熬了。多谢前辈。来。这才刚开始呢，忍着点。前辈，你们帮不了他的，这千刀万剐，要他自己扛。再疼也比死了强。死了就什么都没了。怎么没声了？疼了那么久，怕是喊不出声，也没力气动了。这都几个时辰了，还要熬多久啊？那得看他自己。那熬不住呢？哎，熬不住就得死啊！前辈，世子若死了，我们这些护卫怕是都要陪葬。还请前辈救世子一命。没办法。我看世子是熬不住了。世子养尊处优，哪受得了这份折磨？事已至此，
不如想想自己。你想说什么？我投靠北凉，一是找个依靠，二是跟王爷求那本白帝抱不绝。不过投靠归投靠，我可没打算把命交出去。你要走？世子一死，谁知道王爷会怎么处置我们？现在走，兴许还能寻条活路。逃兵当斩首论处。我是护卫，不是军人。宁将军，让他去吧。许丰年是熬不过来了，我劝你们别想想后果。这就尴尬了。你说你晚走宾客多好。请世子治罪。我以为你会逃。既然世子没死，留下来，好处会多一些。起来吧。世子，这种人留不得。我会把那本《白帝抱朴诀》给你。舒修愿为世子效死。这就是场面话了。你我都清楚，你不愿意死的。不过没关系，用人嘛，不一定非要同生共死。北凉那么大，怎么会容不下一个舒修？徐骁之后又是世子，北凉气数当心。这附近有溪流或者水潭吗？这衣服都粘上了。刀枪不入的麒麟甲，什么刀枪不入啊？还不是被呵呵姑娘一手刀打成这样？那丫头功夫诡异，要没这套甲，你已经死了。可惜没有第二件了。反正也用不着了。大黄庭几重了？按武当的功法算，有4重了。你真是踩到狗屎了。王重楼自己也不过6重大黄庭。那这么说，我还得谢谢呵呵姑娘。你把命给她就是谢礼。前辈，我现在算高手了吗？高个球，倒是心性还算坚韧。那您考虑不考虑，传我几手上乘剑术？用刀的非要学剑术，兼容并蓄嘛。贪心不足。这就是两袖青蛇，到武帝臣之前学不会，就是跟你无缘。您要把两袖青蛇传给我？传就传呗，你也未必能学得会呀。看什么？靖安王不是把木马牛还给您了吗？怎么还拿着木剑？我给扔了。扔了？为什么？断了的剑，拿它做啥？那可是名剑，你舍得？到我这境界啊，铁匠铺找把钝剑拿着一样是剑神。您什么境界啊？天不生我李淳罡，剑道万古如长夜。
自己夸到这份上，时间还有，已经谦虚了。歇够了，也该走了。对了，前辈，您有考虑过成亲吗？您觉得裴南伟怎么样？你是在水里泡糊涂了啊？说真的啊，这位王妃啊，那可是个烫手山芋，连靖安王都觉得她来历有问题。咱们这一路要是带着她，不知道惹出多少麻烦来，可又不能把她送回襄樊。要是您肯接手的话，肯定镇得住她。滚蛋！魏爷爷，世子，前辈，青州骑兵追来了。不应该啊！靖安王要杀我，何必等到现在？是世子少询为王妃而来。看看，麻烦来了。把人交出来，我放你们走。又见面了，这脸上的伤好了没有啊？把人交出来。哪个？解我靖安王妃，你是我青州无人吗？就带这么几个人就敢出来拦人，你爹不知道吧？这是我青州与北凉之争，与江湖人士无关。哼，怕了？凤子营请战，愿擒下此人，交与世子发落。要不这样，我帮你问问他，他要是愿意跟你走呢，我就放人。你都听见了，想不想跟世子回襄樊？瞧，不乐意。怎么可能？定是你胁迫于他。别他呀他呀的，论辈分那是你娘。准备冲阵！世子，路球有罪，千刀万法，世子受苦了。世子，路球来晚了，世子，快给路球看看，世子，受伤没有啊？后边没有。秋山这怪物也来了，还有李淳刚，这个怎么杀小舅子？太难了吧！凤子要失职，这世子受伤啊！哎，好了，起来吧，起来吧。世子，谁呀？啊，靖安王世子来冲阵的。那可真好啊！楚禄山，你身为三品武将，怎敢私自带兵出北凉？废话这么多，宰了吧。人家毕竟也是个世子，宰了说不过去。这好办呐，全宰了，再放把火烧得个干干净净。都听见了，你这会儿走还来得及，一会儿打起来，我可拦不住他。世子，楚禄山以残暴出名，真要骑兵对出，恐怕难以取胜。今日之耻，来日必报。你敢再指我家世子试试？回襄樊。等会儿，你别得寸进尺啊！都还我呀！走！还是世子官人。要我说，这种货色宰了也就宰了。你怎么来了？逆夫让我来的。徐骁啊，他不是在京城吗？
义父说有药鹰送来见罪，我便率本部骑兵来青州寻世子啊。哪儿来的药鹰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那天我看见药鹰来了，我就出发了。还好让我赶上，没让世子受委屈。等会儿，他让你来青州干什么？他没说呀，只说让我听世子吩咐。要不，我随世子去武帝城吧。胡闹！那世子说我该做些什么呀？回北凉。啊？我这么大老远来的，你让我回去了？要不，你让他们回去，我一人留下。你是从三品闯青州已经是极限了，再跟着我京城怎么想？那我就辞官了。胡扯！大乔丹，世子，闭嘴！我说这等会儿，等等。这么说起来，还真有事要交给你办。这就是靖安王妃，是挺水灵的。这2个人，你给我送回北凉。把我交给楚禄山，还不如杀了我。哎，你瞧瞧你这什么名声？王妃放心，虽然我楚禄山什么脏事都做过，但唯有一样，世子交代过的人，打死不碰。青鸟送回府上，好好调养。至于他嘛，毕竟身份特殊，不能留在府里。不如我寻个院子，把他藏在胭脂郡。倒也可以，不过得保密。陆球明白，谁都不说，好好守着，就等世子回来慢慢享用。什么叫我慢慢享用啊？这位论辈分是我婶婶，所以我才要保密呀。少废话，把人看住就行。遵命。我知道你身上藏了秘密，等我回了北凉，慢慢问你。世子，你醒了？我不回去。你身上有伤。青鸟愿随世子同行。楚禄山不会随行。大师傅，您要亲自出手？我不能露面。您不出手，还有谁能从李成钢手上杀徐凤年？就算我出手，也未必能胜过李成钢。啊？那可怎么办啊？如今5具福将红甲，就剩下1具金甲了。去龙虎山吧。龙虎山，找龙虎4天师。去后山深处，无底潭边找钓鱼人。要直面李成钢，只有靠这一位出手。您说的这个钓鱼人，是隐士高手吗？可是人家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帮我杀徐凤年？他叫赵皇朝，身上也流着皇室的血脉。皇族，徐家终究是皇室的心腹大患，从这一点说起，他应该会出手。徐凤年一死，我得亲自在旁推波助澜，才能让徐骁反出京城，导致天下大乱。你就有了夺取社稷的一线机会。多谢大师傅，担心接力。一切谋划都要从徐凤年之死作为开端。
我明白，这个小舅子一定要死。您千万保重身体。这一路上，如果有人对您恶语相向，您都记着，回头一家家灭门去。这话你都敢说，你是连军法都不怕了？您比军法重要。还有一个事儿，你上心。王林泉一家已经回了北凉，你帮我照顾着点儿，别让王家受委屈。世子放心。吕钱塘战死在芦苇荡，这是他的骨灰。你也帮我带回北凉，找找林家最后安家在何处。他临死前说，想把自己的尸骨撒在江里，但我觉得他还是想回家的。让他回家吧。我一定办好。世子保重，驾！于右威到哪儿了？就在前方不远。咱们先去找于右威会合，再继续东行。是。你呀，一时气血不平，睡了一会儿，已经好多了。世子，我还可以驾车的。别废话，好好养着。下一站去哪儿？江南，去见我大姐。楚禄山是徐娇派来的吧？是。来的还够巧的。我以为自己没选他给的路，但是到头来，我的一举一动还是在他意料之中。哼，那是你爹啊！天底下没有比他更了解你的，他给你织的网啊，你逃不掉的。出发！这。